猫仔的声都闹热咧。无听，无收到，麦克无收到，我只要想要听。你小等入来，厝里都有啊。嘿，耶！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我想讲是恁兜的猫啊。哦不，阮兜猫仔互我赶出去，无啦，就是海信的时阵，我较袂互伊入来，因为伊的世界软空芳，嘿，都较麻烦。有啥伊想要软去你迄个咱电脑迄边，来甲赶走，爱甲请走。听过人讲，因兜的猫仔会代替伊开风扇。哎哟，袂歹呢。猫也是狗啊，饲伊做有路用的。系啊，那无都干那会晓食。家己饲了钱，家己趁。嘿，有影。哦，像阮兜迄只吼，负责食，负责咸啦，啊嘛无负责古水，毋知要创啥。无古水呢？系啊，无古负责水。古水。细汉时做古水的。啊。嘿，啊毋过即摆有啥性地较歹，就敢讲做讨厌的。这个人是家己饲的，才安尼咸。对啊，当然，诶，别人袂使咸，敢若家己会使安尼咸。诶，拢嘛安尼。诶，真正是。哎哟，咱今日毋知要创啥，我想看卖。应该通来做一寡较机器的物件款。啊，对，咱来做自动的餐园。好啊。毋知影倒一种，你爱偌 high tech 的。普通啊，会叮当就使。我感觉较简单的，就是有迄个是，你就是放一个水，啊，伊就会有迄个，伊就会，就是你水放一边，你就互伊变做是，伊会流的，啊，甲互伊流甲迄个，或者啥漏斗遐，嘿，啊，你就拍咧，你就落去水底，啊，伊就直接流去你迄个漏斗迄边。箱仔底，水讲半自动安尼。对，我毋知影敢有别款呢。应该嘛是有感应的迄种啊，若到一定的关度，伊就会直接甲塞落。嘿，会叮当啊塞落，啊就直接塞伫水底，啊搁流落安尼。流落箱底。我来小。我无背。换张一个。对，有声，好，哎，你是讲你还拍摄？我在看 OBS 加。啊，会无解起啊 ？Discord 有声我知。听得出来。我小调整一下，等我一下。Minecraft OK 哇 Minecraft。好，今日12月17號，今日拜二，暗時8點34分。咱繼續來Minecraft內底做一寡有誒無誒，因為這個應該通來創一寡較趣味物件。無毋對。之前攏一直咧學空，即馬想講來創一寡別項來試看賣。平常時攏負責破壞，現在要來負責建設。來做一寡較正經誒代志。這是個較有營養誒。哎呦！伊頭暗暗，水豚暗暗 ，hello， 來看者。伊頭暗暗，阿峰暗暗。我來先甲我身軀頂誒鐵甲重小誒。歹當故聲。
有啥样？破啊纸通买无？手干啊通买无？我煞想起来，迄落即摆回收车毋是拢放迄水干啊通买无？哎，对啊，嘿，我嘿有诶有啊，有诶是放伊诶，迄个叫啥音乐尔，啊有诶是会唱歌，连歌词嘛会做伙放。对，嘿，啊，敢若是无共诶所在，会敢若会无共款诶款。哦，无共地区安尼。嘿，我进前敢若是去火烧岛、绿岛诶时阵，因诶回收车有唱内底歌词啊，歌词也是安那。稍等，食烧饱，食烧饱，食烧饱，就就是头一摆听到伊真正是咧唱水干通买无，因为之前拢是伫咧我听到音乐尔，毋知伊是。即刻对怀疑讲，即条敢是水港摊卖无？啊，结果一直到6月是去绿岛佚佗，啊，结果才发现讲，哦，真实的呢，真正是迄条歌呢。啊，有歌词才确定安尼。对，有歌词才知影讲，原来真正是条。哎呦，对有钱。是。我好迄个骨头人拍，啊人咧。哎呦，甲我诶盘仔收诶。哎呀！哇，我这老骨头。真是，你讲会嗨，你会嗨，更加会嗨。咱的身体爱顾啦，爱顾，真爱顾。大家身体真正爱顾。而且即摆个寒天，有影，愈来愈寒。对。最近真正寒到毋知人。有影，真正是可能敢有一礼拜啊，敢有可能有。差不多要一礼拜。哇，我真是。讲寒到，平常时啊无爱穿衬拖，伫房间内无爱穿衬拖，即摆必须爱穿。哦。啊无真正规个骹底拢冰诶，毋是凉诶，是冰诶。有影。哦，这样。阮是。我来讲，我细汉时我就做无爱穿衬拖啊，甲。我嘛是。佮有迄个什么，迄个做袜啊，我嘛无爱穿。啊，结果即摆。对。啊，寒天啊，涂骹佫太热，实在寒到。对。太热，太冷路。哎呦，你做旁调的呢？这会使。我感觉这会使哦，你的标准嘛无偌悬嘛。我的标准真低啊。然后哎呦，是用我做有成就感的，多谢啦。这会使，我感觉会使。哦哟，妖艳哦，实在。后面互我笑真正真简单。袂歹，安尼好耍。趣味啦。要互我后壁讲一下无好笑，笑开嘛是真简单的。想看卖。我看一下，我来小找一个迄落最惨的。迄机关要安怎做？我看我有条创啥。好。哎呦。哇，我完全无想法。自动做田。我知。有诶爱传面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那准是铁的，应该爱传面。
嗯嗯，哎呦，我电脑咧哀哀叫啊，啥啦？伊最近拢安尼，哇，敢是倒位可能爱换者？嘿，毋知最近若是有开 Chrome，伊就会足客。啊，我们上高食电对啊，脑，对啊，嗯，食免钱诶呢，拢袂歹势呢。没啊，是我看卖，伊就真正食较饱诶。哎，哇，找各种诶人，迄个叫做啥？找各种诶餐园拢是咧拍怪物咧。哎呀，啊，有啊啦，村民内底有一个去食这真假的，我无看过呢。我其看到，实咧说小碗嘛，哎呀，我想讲，村民麦块内底村民竟然有去食这种职业的，我想讲，我敢若知影有哎，镜头，谁这啥款？毋是镜头，哎呀，敢若知影有白痴尔。不是镜头诶，哎个，无咧，就是叫做白讲诶，痴哦。嘿，哦，讲的毋知影空的，安怎讲较好听，嘿，应该空的就好。哦，空诶，好，我小不看是蚕是要安怎是较好咧？嗯，我是会记得有甘蔗的，哦对，甘蔗应该是较好用。无咱先做迄嘛会使，甘蔗的，哎那呢？我看一下，哦，我来小看一下。嗯，哦，应该是袂讲介困难。好，嗯，哎哟，哎哟，我搁小熟一下，爱一个感应器，抑个我来看一下，我来，好，安尼咱要放伫对较好咧。对对对，这嘛足重要诶，看一下对啊，风水，经一下地，啊，顺续来搁看日子，啊，看方位。佮看日子哦，安尼就是后摆开大家来去安尼，敢无安尼？啊，等下看好日子。对对，大概当时我想看下无，诶，各位请师仔来看一个日，啊，对对对个对对，算一个当时开工较好。可能该先迄个祭拜者，哎呀，我爱迄个迄拜啥？拜地基主还是拜啥？哎，我爱拜一无确定，道规嘿，身礼，传酒，搁要来动土，哎，有影，外交工对。对，有影搞工，小怪搞工啊，对啊，是香港大概，行冻老话无要紧，若搁到，冻老话就哦哟，就来拍粪扫、拍垃圾无要紧。哎，以前要红是毋是？咩就甲咩，不要紧，诶，我知，爱错就红错落。我这个铁机啊，都诶，过来遮就来做自动的迄个餐园好啊。哦，无我这袂歹。个铁机啊，都实在是无啥物路用。我来小看者，咱讲有石英，应该是诶，就用袂记，我会记应该有，啥物内底应该我有，咱顶回应该有去学过，啊，毋过我会记有。我来找者。好，敢毋是伫二楼？今日敢无要学平衡？若有欠应该会学。嘿，啊毋过主要毋是要来学，即马来创一寡有诶无诶，敢无？敢毋是摕去烧啊？就是迄敢歹烧？诶啊有啊有啊，我诶，找着啊，上尾即骹，后手要卡哦，好好嘿，好好，我来摕一半，对对对对啊，对，过来红椒上济，所以讲无
哎哎嘘，哦是，哎呦，哎，结果我后边，哎，是，你来走起来，这敢是无够光。我以后走起来。哦，伊可能伫别个所在出来，啊，就一路行到咱遮。哇，这伊嘛真好走呢，嘿啊，走遮远要创啥啦？这无物件啊。哦，真是。小看一下，我诶，哇，哦，这几啊组呢？看一下，插头、铁，还个石头，安尼我摕，哎，这几个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6、17个。看一下，咱兜的铁敢有够？无啥够，我看一下。我会记你有小，我过来想一下。我会记你遐足济。该乌豆仔感觉安怎？乌豆仔落屎呢？对，哪像有即种讲法？乌豆仔落屎。感觉安怎？感觉会落屎？乌豆仔就哎呦，哎呦，嗰啲小但是安怎乌豆仔就会落屎？敢毋是？敢毋是遐个皮肤哪像嘛有较脆弱？啊个应该内底就是咱的腹肠的款。系啊。是拢讲今日有落屎，哇！敢安怎？敢有食？敢是食着歹物，还是食着啥？对啊，还是讲毋对诶。敢安尼？敢是安尼讲诶。你个车讲关公铁咯，啊毋过嘛对啦，啊毋过关公诶应该是爱较长诶。无迄个感觉坐一下就够，我坐互你看。好啊，等下我小。我来看一下。我已经使走啊！我小等下踅倒去，小等。等。你死啊？无要紧。敢是我害诶？毋是。啊！因为铁路边仔有一只开票，我想讲该泡掉好，结果拼袂赢。无法度。无度，真正无度。Hello。你差不多。对吼，应该是有别台车伫咧山底吼。啥物车？看车。我感觉有一台看，点解有一台款？还是？是哦。因为我手头敢一台，我毋知影。我看一下，因为进前有来，我敢若会记有，那还是我袂记啊？想起来啊，是看车顶头有箱仔的，毋是高摊无共款啊！甲迄拆掉，伊袂分开啊？应该是，敢有法度分开？我袂记啊。我毋知影伊甲拍落来是一台，还是会直接分开呢？伊是一台直接甲箱仔的。哦，要紧咱铁若阁有够着，阁做一台。马来西亚人练习听台语，好，不要紧。是。台语甲葫芦话无啥相共，所以讲，若听无的所在会当拍出来。哦。啥物破车？破车？敢是安尼读的？破坑内底用的车，敢是叫破车？无要叫啥？破车，我毋知。叫5分仔车嘛会使。啊，5分啊，对吼。为迄铁路的size来去甲分，来去分车的看。哦，我直接做一台出来。哦，好，甲你载一张，免看别人。好上车咯！好上车咯！喂，毋是好上咯就好。
我嘛来，我嘛来。哦，毋是特别奇怪词，基本上拢听有哦，无问题。哎，到位咯。我念米来。哦，到位咯。哎，水啦。到位咯。讲啥物落选？无啦，毋是，迄毋是，迄我无法讲，无法度讲。哦，嗰啲我咪講話生。拢起哄，毋是我。哦，對，攏宜蘭。哇，倒對電腦較慢淡薄啊。我睇你要來等啊，無招。无，因為我想講要來繼續創頭要用嘅物件啊。哦，我嘛來，我嘛來。哦，到位。好。我這個愛紅椒，個愛啥？個愛。我加在阮遮紅椒，坐甲一個山咧。哎呀，毋知要轉倒位。有影。我小看一下，應該是這10個，我來創17個好啊。啥無夠？石頭無夠，數去。14，還有14，還有3個。好。啊，要險！啊，當然。這樣唔對物件。哎呦！哎呀！數去。應該以後還佫有用。嘿，希望有機會。應該是會啦，應該是有位通用啦。哎呦，僥倖，真正有影。做啥物？做迄個大物件啊？對，我毋是，我是要做迄個做啥？我來找一個伊個台語要安怎講？是活塞啊！我還袂曉。我來看，伊叫 直接用自己叫 piston 誒。哦，安尼啊。嘛對啊。還是活栓？係啊，活栓還是 piston？啊 ，piston 可能較聽有。係啊 ，piston，還個我去做了毋對去，做了通有感應的物件。哦。迄個用會到。有啊，因為我已經做一個出來啊，結果。哦。結果我加飼4個，加飼3個4個，結果身軀頂4台。唔要緊，咱會使有足濟無共嘅迄個。應該是使過來，應該是會使過來加創別項物件。我看一下，咱要去咧倒位較好咧。敢若來頭拄仔食？遐做迄落甘蔗園啊，是有較遠啦。但我想講，即擺誒甘蔗園來直接改安尼。感覺安怎？好啊，安尼我坐倒轉去小等者。啊，而且原料嘛，攏佇咧遮，應該真好來改做。活塞毋是活塞，伊是活酸，伊是酸。安尼。無代志，我頭拄仔驚我無坐着車，毋過有。無代志。真煞是絕對無代志。我會小研究一下，伊是安怎是卡子滴啦。啊，啥物事？滴啦。
无起风派，卡兹卡兹塔拉，兹塔拉。我想要学袂讲话好，我想要学袂讲话来讲，这你讲。刚才我听无。卡兹塔拉。刚才我听无，无代志。真听无。无代志，我嘛看无。哦，好。阿峰。我想起来，我想着，我的日语叫做卡兹。塔拉就是塔拉。OK。卡兹塔拉。卡兹塔拉 OK。到做伙安尼。原来是安尼。原来是安尼。摩提邻国。走到倒的气氛，就无想要出门要需要物件哈，叫人送啊，让人来送啊。哎哟，即马毋是讲啥物拢点会着，有一间伊就广告词就是讲应该拢点有。对。伊最近拢做迄个呢，就是迄个两个可能名有关系物件。对，广告一直播。对，这。点无，这点有，应该点有。他知道的运动，卖，是用蛋的，还唔当，真正唔当。哎呦，卖安尼啦。感觉应该会使这关度。我小搁想一下，这是。这关度爱伫咧，我看一下，这个爱贴好悬，贴3格，减3格，一两三，一两三，好。喺韩国上讲诶，啥？你去车讲牛子，就是牛的喙齿，牛子点有，花子应该点有，啥都有啦。倒位通点？对啊，倒位通点，我也要点。等下你要点你家己是？我先甲大家试食看卖。咁好食？系啊，咁好食。味是啥款？我最好记诶。可能臭臭。是安怎臭臭？无说辛苦哟。系啊。辛苦都麻烦的咧。你嘛是爱说啦。会啦。我无要行这个路线啦。对。做这人的路线，应该袂当安尼学白讲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要讲啥，无，绝对无。多济呢？嘛是呢。咁特别。大家其实拢介意看人无洗身躯，愈听愈奇怪。这毋知，我嘛毋知。你要更较好咧，我搁看一下。有啊，我看一下。无志峰头拄仔讲，他啦运动，迄是即卖院长讲诶，进前讲诶。头壳会听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太听无。就是真有人安尼讲哦。就是即卖迄落立法院的院长等下我来删掉。加载好，拍死啊！之前敢若是伫咧倒位有讲过小型的物件，是讲到这个运动。感觉伊讲的我是无爱听啦。对啊，咱耳仔爱选择啥物物件爱听物件，对。看一下，我小看一下这边呢，明做变较好。人是安怎起的？
是安怎起的？等下，伊应该是爱搁过来。啊，无，你机械莫叮当，我直接我遮来叮当好啊。好，无问题。我想看下，安尼咱是爱直接规拢山位。啊，声无共诶，院长毋是，叫院长，院长啦，嘿，院长，病院，啊，毋是院长，我定去讲着院长，喙齿会拍甲，歹习惯。定会去发着院这音是院长，病院长，哈对，就无注意就去发着无共毋对的音实在，才别往大调。哦，哎呀，哦，我讲，哎呦，我看哎呀，我甲你叫。哦，我等下，敢若是等下，嗨，阿辉等下，因为这条是爱放，哎呦，无代志，因为这条是要放水的。对。这条就是遮啦，这是水啊，这是狗仔要放水啊，互伊流落。啊，遮我是讲要放迄放迄顶，等下那个这。这无插火，这无插火啊！无插火，电脑拢走过来。可是阿妈，hello，阿妈，我看一下。hello，我插一把火。会来，会来今早。对，我先插一下火。哎呀，想个边的啊，卖还啊！哦，对。看一下，因为我直接甲图倒你看好啊。哦好。安尼看有，嘿啊，我打伫个 Discord 内底，遮。哦。嘿，我想要做这款。好。这款应该是较紧。哇，安尼我头拄无紧，好，我刷倒转去。无代志。无代志，刷好倒转去。其他代志就好。我看者，我过来看者伊的形要安怎起？哦，花枝暗暗，咱遮有观众甲伊拍招呼。哎呦，暗，多谢你的暗，互我感觉做暗，我毋知我咧讲啥。我来看者，嘿，无，我开始咧学白讲话啊，感觉见笑啊，小等着等收起啊。卖啦，无啦。等下我搁插一下火，我先凊彩插一个。所以我这是安怎起？我煞看无呢。我水安尼放应该是对的。伊这看起来，迄个啥 piston 是爱规排的是毋？嘿对，我两先插一个甘蔗看卖，等下，因为伊发觉这长度就会塞落来。我现在小看。无，伊是感应到上顶头这个，伊就下骹 piston 就会活动，就会塞落来。我想讲，我要安怎宽线较好。伊敢是边仔嘛拢是啊，就是拢共款是即个单元。拢是边仔拢是规排 piston 我搁看是。毋过迄个感应器敢会是干那一台，还是？对，一台尔。因为我对，搁一台尔。因为边仔红石牵线会甲所有 piston 拢通电。等下，这是无共角度的图。好。哎呦，
应该看有啊。嘿，我爱小研究一下伊线要安怎牵。今日天气冷啊，火嘛敢有暗暗呢？敢暗暗啊？莫个暗暗啊！我即摆火敢有倒？我看觅。哦，有。倒一拍。我迄个头壳顶迄拍，因为我迄个昨要跳早堂的时阵，我有甲火。哦，你甲火火炮花。对，无小等就烧起来咯。烧起来。烧啦。毋过我搁看一下。伤暗无好呢。啥物件啦？毋是啥物物件伤暗啦？等下伊是。哦，原来是发露。发露有影发露。真正发露啊！伊线是安怎牵呢？我看一下。啊，等下，伊是讲遮。水讲何事？敢是新朋友，欢迎你来。是头拄含你啊，好，OK， 欢迎，初见平安。我先小看。好，安尼，我先倒一组起来看看者。也起也火。初见暗，我看台文呢。搞。但拢真厉害，晓一寡简单的台文，安尼嘛真好，真欢喜。有影。遮无毋对啊！等下我搁小起一个，伊是安怎贴的？遮嘛有款啊，搁倒位？遮等下敢是啊？遮啦。复杂。啊，头一摆创遮较技术的物件。有影。因都毋知要安怎死。安尼应该对。安尼应该有对啊。然后是搁放出来，安尼才开始放 piston。敢遮？等下哦，遮呢有啊，好。头一排是安尼，搁后壁爱放回通的。就问者，另外两位主播哪会无来？咱着伫今上课咱今嘛上班。可能。所以讲，可能下一摆，嘛有可能今日着咱两个人尔。对，无一定。爱看缘分啦。对。看者，有安尼有好。真人。毋着做。我来搁看一个，好有。无暗下咯，对吼，咱伊头有讲，今目感冒兼上班。对，比可怜搁较可怜。有会敢安尼讲诶？一个有通。好，真好。你要用图还是你要用迄个？用图应该就会，我应该嘛看你敢会要紧，伊生起来敢有好看？若爱好看，咱就念名来换照头好啊。安尼啊，
两边啊，两边来挖石头好啊。咱先咱这头前就是锅要较好调，所以来用土安尼。无问题。好，两边啊再来创。啊，看这啊，西语阿曼，hello。哎呦，感冒敢爱打沙龙 pass 哦，系呢，是发炎才要打，再来打就好啊。感冒，所以讲感冒应该是，然后发炎会使迄落打沙龙 pass 啦。哦，阿明安安 hello，欢迎你来，欢迎大家，今日欢迎大家，或者大家拍台本嘛，真欢喜。对啊，有啥人会惊着？我毋知影遮济人会晓。系啊，大家拢点点咧学，点点咧用，嘿，拢无少。不要紧，咱开放上，大家就知影讲，就知影大家拢会晓拍。对。迄是金属伤着伤，无咧，迄若有消药的成分伫内底，就会使打伫脑，打伫颔棍啊，安尼就会使消炎，安尼。伊是谁做？嘿，你搁贴者？嘿，对，有通，水。完成。嘿，有安尼，真好。啊，毋过遮搁爱收一个尾，啊无会落喙，敢若会落喙款。哦好，爱甲包起来。嘿，对，包起来。好，那安尼暂时是安尼，啊，看一下。伊个水敢会流？因为有啊，会流，歹势，我看唔到，会流。啊，边啊上尾后是，我着爱贴起来。遮即个贴起来就好，啊，遮搁放一个物件，好，应该是安尼。好，用砍的，有洒水气味，洒水气味什么？沙龙帕斯啊！毋过这个迄个安尼可以的，无得开呢。啊，若无就是迄落你即马涂的迄个，爱加一个。我爱加一个物件，互伊入去箱底，我来看者。毋过迄了体。今日要起啥？那无拢无伊。今日要起啥？今日先起一个通收甘蔗的机器，安尼。或者甘蔗鸡。鸡毋是鸡，甘安尼？机器。负责后壁讲话，无代志，关系就好。T 伫阿明诶，阿明欢迎。嘿啊，阿明嘛来啊，用长啊放迄颔棍。哈？迄是日本诶胶，日本人用诶胶，就是长啊一条嘛，拍夹伫放伫颔棍，用就破咧那看破。你敢有试过？无试过，只要连长啊拢淡薄歹灭掉，我真正是无试过。了钱呢？开始料理台，用夹的，毋是用砍的，夹的。无长啊，换盐水嘛真贵呢。对啊，你做趁钱做轻客你无？哇，来播愈想愈济，真搞。大家拢是。做搞，刚刚无共款。系啊。咁安呢？就是硬要安尼讲者，有病歹势。咁无阿袂好先操死。咁有遮严重？对啊。嘿，安那？我你敢会了毋着价？嘿，我算看卖啊。无，上尾啊只，等下我搁看者。一两三四五六。敢是放迄遮？我袂晓算小。等下哦，我搁小想一下，敢是放个遮？毋对。等下哦，无想我讲水的遮。
毋是安尼就好啊。我试一个。3、4、5、6、7。有啊，安尼安尼对，安尼对，我即摆看安尼有。对呢，我减一个，我减一个。减一个。好。啊，我下骹佫学一个烫箱啊。OK。安尼小改一下。我来无接起来，啊，等下。好，过来一个。嘿，安尼应该都有吼。安尼应该有啊吼。哎，留落去。有接起来好。所以水内底嘛会使，好啊。有啊，安尼就有啊。耶，食袂了会甘蔗。啊，毋过咱爱用一个通来开箱仔的路，我佫用一个边仔佫开一个好啊，因为箱仔惊讲无够位通缀。好。我来加做一骹箱仔。啥物？阿慧嘛真暗，倒位暗？啥物物件啦？我家己都毋知咧。我是毋知，我啥物拢毋知。想要互你抱较安。对，我袂记迄。上尾句敢是阿邦，对，敢是条。哦，无记得我甘愿孤单一个人。老歌。无记得毋着歌。水。甘蔗加完成。等下还佫倒位我看一下。食好佫无遮嘛甲围起来好啊，安尼做一下收尾安尼。中咱佫插几支火安尼。较袂我有诶无诶。但我摕毋着石头。要紧，我就是讲你调工要2种色水嘛是会使。无好。身躯顶高剩这尔，所以讲。我想讲这咱足济有规箱诶。而且无参照一般迄个石膏卵会使有较济路用。这应该都够好看尔。对。我嘛来做一个门来盖起来。做门？哎呀，做涂骹门来甲伊盖起来。做门因来当结婚安尼。呦咧，敢若是共音的款。我上爱讲一种无聊的共音笑开。啊？无趣味啊！你是咧笑，我就是咧叫，我想讲啥啦？无。我想讲，想要放石头去缀着你的手啊，是安怎？我毋是咧爱，我是咧笑。高兴。会哦。哇，实在。是。水敢若会互伊肚巴肚枵，食假的。啥物件？送咧恭喜咱2个结婚是创啥啦？干哪会阁结婚？对啊，哪会阁结婚？啥物好做歌是安怎？你是有甲别人结婚哦？无，因为顶回毋是。顶回有人画一张图。顶回已经白做伙，即摆又过过来一摆。唔要紧啊，咯呢。大家包红包啦！来，无包5000，袂使一摆。若包一万，就通来食好料的。通来出周边。
敢是安尼讲诶？我是唔知啦。买啦，我别讲。中意到，那愈来愈喊，开始伫恭喜老爷。慢点啦。较等呢，哎呦，变者遐大声着。哎，刘克车讲一定到位啊！到位。哎，先包才个讲啦。红包先来收者。表示诚意啊，对无？生物偌济，看随在个人。对，啊，毋过是一定爱有诶。哎呦，上来弹迄。喂，弹我创啥？你去弹吉他啦？就生意就是钱，包包诶，大家今日包包诶。咱拢出社会。咁这时候阿哥会再汇款，会啦，那摕到薪水就使通来包啊。伊讲用笔来表达心意啦，好啦，fan art 有一张是一张啦，会使啦。你要画安怎诶？随在你啦，我嘛是替你无法。我看者涂骹门是要安怎做？哎呦，那巧伊会当个画啦。哦。阮的生命毋值钱。干嘛呢？我问讲安尼敢拢穿西装，我毋知呢。我毋知影一般两个查某人结婚拢是安怎诶，我毋捌结婚过，莫问我。应该是若欢喜嘛会使穿迄种查某囡仔伫穿诶啊。系啊，看个人啊。系啊。我会介意倒一款着，对，用着穿倒一款就好。我记得 Steven Universe 内底嘛有两个查某囡仔结婚诶，啊，就是一个穿西装，一个穿迄个穿裙诶。真特别诶。啊，就是方便的好，毋是方便欢喜的好。欢喜就好，介意就好。对。啊，我是无介欢喜啦。要无要结婚莫伫啊？靠呀！问讲我想要穿啥物款呢？哎呦，哎呀，拍袂了呢？那迄只啊，那迄只。哎呀，啥啦？拢走出来去哦。哦，是。是咧哈咯。我看者，因为我迄要做假落，安尼。安尼。毋是假啊是，迄个啥？马椅嘛，毋是马椅。安尼就好，真好。摕着 ，OK， 了解。安尼。我过来，我过要过来学者，通学较会开。啊。啊哈。无是我手震。你甲封起来啊？无，等下，因为我要起来，所以讲。念名仔就好。OK。惊着无代志。有够。1、2、3、4，惊着无代志。我者，无一定要穿西装，嘿啊，无一定要穿西装。无要紧，大部分大家拢迄落豆学就好。主创讲带大母坐金高，伊哪像有听过即句啊？毋过我袂记啥意思。我有听过，迄是坐金高，伊敢是迄落年岁差较济啊？意思是讲迄个年岁比你较大诶，或者带大母，带母大姊坐金高椅。对。
敢是以早较有咧稀罕即种年会即种代志？应该是，即摆应该较会当接受。即摆拢无差，即摆你爱差，莫犯法几十万块就好啊。差偌济拢凊彩啦，有成年都会使啦。呀，有介意就好。莫甲骗就好。应该，对，这应该，安尼创应该，会使，应该有够啊。好来，咱头一个飞机做好啊。nice。啦。水。啊，规家伙来做漂机。安尼。无，迄个我看起来是想讲，对，哦，你使，我开了，较好看，我才较歹看，要紧种无效的物件，不要紧，水上重要，我对一个无效的物件，我看上重要，好，安尼好，较早买，较早敢若，较会去看年会差别嘿啊，真正是因为个会。哦，啊，嘛是物件。有一个呢。要是会落，可能会落一两粒，毋过应该是会当接受，敢是安尼？还是拢爱甲围起来？拢爱甲围，试看觅，试看觅。若拢围起来，应该就袂到高去啦。毋过就较。应该是。对。我袂记，我身躯顶已经有石头啊，等下。我做者，我头拄仔摕做者。我来。好。互我感觉我有路用，水。这嘛围起来。这是哦。安尼。对好。我。可能爱先，也先爱卡掉。对。哇！第一讲种甘蔗互回社帮。啊对呢，你做到的呢，有影，做到的小已经日本时代啊呢。对啊。第二讲是啥？煞袂记，应该讲第一讲尔啦，应该是讲。有啥物食薰安怎什么？啥物？食薰？啥物风诶？毋知袂记啊。我来找一下看觅，应该是会有，应该是找有。我来搁看一下。我嘛来看一下。甘蔗，哪像无到高去哦。哦哟，水哦。改良有成功哦。食薰喷风啊！食薰喷风，嘛对，嘛算是喷风。第二讲食薰喷风，搁第三，搁第四，搁偌济？第10诶。遮济哦。10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来念一下。第二讲食薰喷风害健康，第三讲踮路边看玲珑。画玲珑是啥意思啊？就是看人咧拍卖，个卖假物件呢。第四讲食槟榔四价凹红，应该是配迄槟榔汁啊。凹红，嘿。第五讲食酒水内吐酱光，敢是念吐酱光哦。对，吐酱光。哪就有听过？第六讲松树请果子靠崩。这有较文言哦。第七讲速度缓毒。司空啊！迄阵都咧食毒。司空，迄当时阵都食鸦片啊。对啦，迄是毒无毋对。
第八讲三字经骂人做工，骂人做工。第九讲选举替人四界撞。有影。第十讲跋筊摕钱，互人当。哦，敢是安尼读，互人当，迄当是互别人用安尼。啊，当是爱念当，应该毋是当。毋过爱当才有稻谷吼。嘿啊，爱当才有稻谷。有文读叫做当啦，当嘛会使。用当嘿当，便当。用毋是无共字，是共字。无共字啊，当兵的当啊。哦，伊是用当兵的当。伊是用迄字啊。对。我看者。想袂到，佫有个第十讲诶！我听过课本内底写过一讲尔，一讲就已经做讲差不多，结果有到10讲去。朱聪讲迄个当意思是迄个抽钱互缴经。对。哦。股东的当啦。莫怪啦。股东的当就是迄个啦，嘿啦，就是这当啦。原来如鸟啊！哎呀，对，啊，水啦！台语实在趣味就伫遮，佮复杂。哎呀，甲迄落日本话共款啊，日本话迄汉字啊，有读音诶，佮有读艺术诶。哦，对。所以讲会有两种发音啊，台语嘛是有共款。两种发音啊，意思无啥共，对，有啥佮较济种诶嘛有。哎呀，伊就安尼爱成立会社来恶意收购咱诶甘蔗，卖啦，咱甘蔗碎机诶，毋是碎扭诶。你安尼会了哦，会了字哦。对啊，是你会了，毋是咱哦。安尼会使哦，毋是了我诶。耶，煞要做啥物田？应该是通来改造咱这片麦仔地。麦仔地好。先拢拆掉啊，啥啦？应该会使来。就等者我食粉圆。对，你今日食饮料是有料诶。我饮料有料诶。或是无料，我讲我饮料是无料诶。饮料若无料，就敢若是饮尔。无聊。所以我咧食饮，我今日食饮，你食饮料。无问题。耶！歹势，我若无黑白讲话，就袂晓讲话啊。是的啦。民国初年正流行鸦片，鸦片敢若到无诶，到日本时代差不多要无啊。禁止嘛。当时用禁止，个介绍嘛有挑工去摕互管。嘛是一种方式。不过嘛是有人咧食啦，所以讲这就。薰嘛是安尼啊。薰嘛是啊。有扣税啊。嘿啊。结果即马虽然讲扣税，也毋过嘛是。还是会食。规大阵人去食，嘿啊，规大阵人去报啊，嘛四个伫咧喷风，喷风臭臭诶。对啊。无滋无味诶麦仔茶。麦仔茶偌好啉咧。对啊，我最爱麦仔茶咧。我真爱麦仔茶。掺糖无掺糖拢会使，我拢会使。我嘛是，无掺糖嘛是会小可甘。哎呀，嘛有芳味啊，虽然讲是果食芳味尔。有味就较赢水啊啦。哎呀，对，较是安尼。食粉圆害健康。
粉圆敢袂？伊是淀粉。哦，毋过应该是无讲做害的啦，就是小可害尔。小可，莫食伤济，应该是袂安怎。然后我毋是逐工食毋过通常人咧煮粉圆嘛是会加糖啦，加糖遐，所以讲我饮料是掺一撮糖尔。哦，我若有粉圆，我可能饮料本身就无糖啊，要是会甜。若是普通红茶也是牛奶茶，我就若要掺粉圆，就会甲讲莫掺糖安尼。哇，有诚侪款袂晓产的迄种做法，我过来找一个。你嘛会当拣一个顺眼的。拢12进前的物件咧。哇，应该是会使，毋过你想要看敢有搁较进步的呢？敢有较新的做法？即摆敢若是半自动的，就是伊若全部发了，就是爱用手来甲水流落，水就会甲呛过。遐尾仔拢呛落，搁放一个箱底安尼。哦，了解。安尼可能。阮会使捡涂骹来试，等下试风莫安尼。哈？什么意思？分屎啊？伊拍是讲，阮会使捡涂骹来试。爱确定呢？真正爱确定呢？爱确定呢？粉圆价箍啦哈？台中敢若有诶款，台中敢若有。你讲迄间哦，多地板。对，因遐饮料真个奇奇怪怪。我知有啥物核废料啊？对，个秘密。随便。各位到心痛的滋味哦，我还记得有。对。伊是在真够变食的。猪葱最近有去买，你是买倒一种？我头一摆啉是啉因的秘密，我那像嘛是，好啉呢。我迄阵是有人甲我报讲，迄上好啉。我嘛是去遐耍，朋友先替我点。可能在地拢讲即种的，即项较赞。对。猪葱啉2种，核废料甲随便。后摆会当啉看觅秘密好啉，看敢有介意。而且迄天气若热，啉秘密，真舒适呢。哇，我记敢若是够啦，够掺啥物酸啊的款，敢梅啊？酸啊？就是串冰啦。敢是掺串冰款。哇，插袂记。高级。真久无食。对啊，我有真久啊呢。我实在嘛，我是顶回旧年才搁去一撮。嘛是有去搁食一摆。顶回敢若是食无共款的。我来搁小想者，到底有啥物物件？到底有啥物机关通来用？我顶回食倒是食普通的红茶。普通的红茶。伊嘛是有普通的饮料啊。嘛是有啦。对啊。因为迄阵我主要的目的是要去伊附近的迄个牌仔店啦，算迄个牌仔。晓呢，伊遐真老些。叫做逗乐。
无拍广告。哦，我知影迄间，我知影迄间，就伫附近。哦，原来是了近哦。对啊，因有办比赛。嗯。无买过伊普通的饮料，不要紧，都做普通的，真正做普通的，无一定爱买。也普通啊。我迄阵想讲莫食遐甜，我要家己甜到要死啊！I'm too sweet， 我无需要搁食迄。Too sweet。有影咧。咱单位毋是迄个糖尿病，有时啊人无想要直接讲，就讲是糖分。你敢有听过这种讲？啊，有啊，阮兜就是讲糖分。听起来就甲迄个 I'm too sweet 迄个感觉有像，我毋知影安怎讲。哦，佮你学白讲话。抱歉，到底。敢有咧卖当泉地当归含当泉哟？应该是无，因无掺当泉。因无遮刺激个。应该是还袂想到遐去。对。淡薄拢讲糖分，后听阮兜嘛是讲糖分，毋过阮兜嘛无伫咧淡薄。较好听。应该是在个人习惯的款。嘛对。哎哟。啊！我看一下是。我看一下，若是即种诶，我找一下。那即种阿辉，你感觉安怎？好，我来看。哎哟，这淡薄仔搞工，也毋过应该是较好势。我看卖哦。会使啊，虽然爱看一下，到底是安怎起的。毋过爱试看卖，因为这真正搞工。接受可能是大家拢安尼讲吓，应该是有啊，应该是拢有安尼讲。糖分、糖尿病也是啥物款拢有。也是diabetes。diabetes。平常时讲话应该是袂安尼讲啦。这应该是病院安尼讲尔。对。我毋知。Sweet fire。Sweet fire 啥物物啊？甜火啊？是讲甜火。讲我I'm too sweet 啊。糖分是用迄个叫啥？较平常时咧讲诶，糖尿病就是应该会伫病院听着安尼。对啦。应该是安尼讲。安尼咱规个即个肠园爱先拆掉。肠园应该是拆掉，应该是爱拆，毋过会使留咧，无要紧，咱水若有够就好啊。毋过咱伊应该是，我想一下要安怎去，只伊伫咧地较好咧，因为敢若爱做甲2-3层的款。好，安尼就。像咱会使一层种麦仔，一层种红菜头，一层种马铃薯安尼。好，应该是拢会使。正式的名也是糖尿病，嘿，对，应该是平常时讲糖分，就大家都知啊。对，无想要讲遐明。讲糖分嘛已经真明安尼，就是无要安怎讲，无就讲就是he is too sweet 安尼，应该是无较好，应该作烦的。人可能讲你是讲啥话个？朱聪讲有讲三消什么意思？三消？毋捌听过，趣味。消无听过。伊伫车道的白线遐，车道的白线，我来讲一下，应该是会使哩款。迄个附近应该是使。啥物？无咱的田啊，田敢若会使
拣一个好位来。好，过来看风水。好，无问题。我袂晓看。迄只做烦的呢。佮两只诶，它有两只。两只。对啊。赵毅。我死啊我。礼拜你啊，出来，我来倒跑。是。是。对啊。啊，另外一只毋知伫倒位，扫去。赵毅。阿麦米兹。看到啊。啥物？迄只。阿麦米兹病。毋是安尼倒诶，毋是安尼倒。当着病倒，天水病，毋是。啊！你哪会找着？你哪会遐紧？嘿，有厉害吼！因是拢咧家己找，走无伊。袂记。好，走无伊啊！有缘才个见面。哈哈。有伊走去找你啊！哦。搁走无啊？啥喏啦？无伊。好打倒来啊！连咪都走出来，我会惊。别紧，我负责死，你负责拍。好，我就过来。过安尼混工。来啊你。当初迄呢？好，无看到。这。莫插伊。这。要去遮呢？要真悬呢？我看会使安怎做？咱差不多做2-3站，应该就有够吼。哇，这淡薄仔困难咧。4排，个。哇，这真困难呢。小可复杂。真正复杂。我来打出来，顺续互大家看卖讲，阮即摆要做啥物大工程？哇，伊会使起足悬的呢。嘿啊，我想讲差不多要来做2站，应该就好，2站到3站应该就够。爱记啉水好，来啉水。啉水。我负责拍阿慧伫边仔斗画。对，负责画烧的。阿学帅啦。这么负责任呢？会啦，安尼就会使啊。有甲你加油。有人画拍较大力啊。拍好死。我怪小看者。安尼就代表讲，咱上下骹爱囥箱啊。对，上下骹是箱啊，对。安尼咱想啊做，这安尼讲有够快。有，安尼应该有机会。应该会使做2骹较长的箱啊。3骹应该嘛有可能哦。我小试一下。毋过咱若起伫遮，伊就会变做足悬的。嘿啊，会使个含咱的厝黏做伙。应该是有机会啦。嘛是会使。毋过可能边仔乖小修者。生迄个外口的形，才看咱整理者。
嗯，好呢。继续研究一下迄个图。啥是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。安尼应该好，安尼应该。啊，我只用讲，若画声还会敢会穿迄种cheerleader 的迄种啊，对对对，短裙。莫啦，无人想要看啦，连我都无想要看。我来研究一下，应该是为遮开始。等下，安尼有对。先简单掠一个位看觅一下，应该是会使搁较后壁一个。哎哟，市场要画，市场要画，有影会穿水衫嘛是会使哩。啊去朱聪讲伊要看，好，恁家己私底下迄个，一个人画一个人看，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使。哎，口味拢真无共呢。对啊，尊重尊重尊重啦，欢喜就好，哎，欢喜就好。欢喜就好。12排我看一下，好， 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可能有机会，通来放一位。无放真好。安尼中是要有水流落来。直接画我看者，这是要安怎读？这是画啥物风？画画啥物？这是风。哇，这我读无。看一下你的开讲式，好，啥物风？朱聪，哦，朱聪，唔好，出来了，直接讲唔好。你讲啦，你叫人穿，你家己想啊无爱穿，你安尼咁对啦，有的人做机态呢，救人啊！着去车讲私底下就是破你所有的 Discord，无毋对，无毋对。我会小研究一下伊的水是安怎创的。好，哦，嘛是一个 piston，啊，个
毋过敢若嘛是爱为下骹开始起咧。应该是哦。对啊。头仔看伊一个就是伊有几若个迄个无共坎站嘛，看起来一个坎站是6格，嘿啊，换的是4格，直的是6格安尼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这拢爱放迄个吼，迄个或者啥 dripper，敢是 dripper， 漏斗。我来吹一个，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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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是流啊？应该是流啊！流啊！流啊！好。是，敢若是第7音的流，安尼流。流啊！流啊！流啊！流啊应该真济，所以讲，无，流啊无介济，我讲加济尔。我知应该是使安尼接，应该是接有对安尼有对。流啊！会使。哇，安尼我过来创1、2、3。流啊！对流啊！你是讲干若一粒咧接就好啊？无，我嘛是要做几摆，因为我身躯顶够济尔。好，安尼我来做。好，无问题。拢总爱7个是吗？我看是。哎呀，吓到诶！哎呀，等下哦，我来个。好，安尼就。应该是有法度来做几百天。应该是会使来做几摆诶。好，有够。好，免惊。小调节。好，有安尼才有。安尼应该就真有够啊！等下，安尼应该真有够啊！够济够快。好，我来拼。应该会使。好，来，我来看卖者。这坑应该是通来拍起来，因为这较应该是通学啦。无物件，好，扫出去。这嘛会使通来小用者。安尼先甲这拢拍起来，然后是安尼。看者3星4个，前摆有买着60块的数的，啥物？原来是往来数。数的3星4个，嘿哦，就是市场，超级市场内底有人咧卖迄种。人食菜食迄种食菜来拜拜3星就对。3星，嘿。有，我知。应该是往来数。嘿，嘛往来数嘛有敢若菜园迄种诶。我叫是拢是较像芳迄种的呢。嘛有芳诶，毋过敢若真济款。原来是安尼。鸟仔到底是要去对咧？你要2摆，2摆，我是1摆，好，总算是爱1摆啊。好，
踮外口几啊工，即个总算是要，煞袂记，无鬼问。伊对我出来啊！ OK，鸟啊，即摆，去找伊哩来，好，来，乖啊！去，啊，就我讲落。哇，伊徛在遮，想啊无法度开，落诶人，好，你踮在遮，你踮遮顾想啊，好，真好，应该袂出来。我想讲我迄个，无，我想讲我即支拢传好啊，要甲讲啊。若无听话，甲讲落。有够歹。我来摕鸡丝头啊，猪头应该安尼。内底敢有款？内底敢有款的？敢是款？敢是款？罐。款。什么罐？罐头呢？啊，罐头哟。应该是。无，因为这个 game 内底无歹势。而且咱的鱼仔嘛是烘过，所以讲伊嘛无爱食。哎哟，足够咸的呢，佮咸都莫食。我够劲咧。哇，我拢对鸟足歹。看是，敢莫佮加一个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拄好12。敢若我爱加一个中爱来一个是互水来流的。哦，对呢。所以讲我会小看一下。你讲伊水会当敢若会当影响着四界田的款。所以讲等下。外口四界，那安尼就我看者，1、2、3、4，安尼敢有法度？哎哟，变去哦，变去，凄惨哦！天啊！我才我看一下，外口四界，所以讲我即马是应该中这两条通来做互水流的所在，安尼就应该就。安尼咱为你的，我甲刷位，我甲为你的倒手边刷过来，因为即边要无路啊。我搁想一下，因为敢若一条都会使吼，水一条就会使，免甲两条，就是。那这两条就是较宽。嘿，看起来较大班。那要毋过安尼会流水，会食资源啊，所以讲。安尼买。下节无片。咱咧先为即支开始来，就是即支就是来做水流落来所在啊。去外口四界安尼上边啊，就到即个啊，遮若位哎呦，等下1、2、3、4安尼到遮好。所以这看应该是就会使哦，好啊。1、2、3、4，伫遮好。
这个都真有够啊！安尼无爱我就拆掉。哦，安尼接过来，空头哎呦，马上来，跟你共款。真是哪会共款，摔落一条路。了，敢若有听过个。系啊，哪会共款，经济一条路。哦。救人。我小想一下，伊是安怎起的？水无够，爱去隔壁装海盗。莫讲相拍啦，咱边仔就大海，水偌济通停咧。免拼装啦。哎呀，免去遐动手。虽然讲手头有低头，搁有将水骨啦。嘿，毋过无需要，搁有剑啦。哎呀。这敢是荷兰地理？荷兰地理啊！不是荷兰。你想花莲？咁花莲？哦，花莲啊！花莲，哎对咧，花莲。咁花莲地理为什么？花莲啥啦？为什么是花莲地理？对啊，啥是花莲？我看一下，因为伊图我实在淡薄看无啥有。我刚才用困难的，随时能跳海。差不多，因为真近啊。这是我搁想一下，要安怎创较好咧？我往研究一下。顶头会使先免想，因为爱起甲起才知影要安怎斗。即马遮上下骹过来看一下。我是惊讲咱为上尾开始咧起，敢会发现讲伤下还是？对，看起来无多上去呢。哎呀，看一下，遮几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是到老我遮，应该是有机会啦。要若无就搁爱刷较后壁一个安尼。12个，安尼敢毋是2站尔？哎呀，2站应该就有够啊，因为2站就会使做4片站、4片田。那为遮开始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拄好着，感觉应该是会使过，刷后壁一个，就是想啊伫遮。想要伫我徛在遮。我学一摆，嘿，对。安尼我先来拆楼啊。OK。哇，这真可以啊！要安怎起呢？对啊，毋是讲人所想的遐尼简单呢。呢，真正有困难呢。哎哟，这起这头脑嘛爱叮当呢。对啊，会忝呢。哎哟，起毋着病，拜拜。哦，安尼。啊，对。哎呦，我想讲，惊死。安尼好。安尼应该会使啦。我无啊。有好，应该拢有接到啊。
水是拢有食水。到。啊水，啊然后是，然后是起哩啊土，啊，咱无留迄个，诶，这是好水的，好嘿，水过。中流中流水的，啊，看者，要紧，这过来调整一下就好。一两三四，一两三四，边口，等下。嗯，嗯，那无就是，我搁看觅者，嗯，等下我搁看者，哇，那会遮困难？先放土，先来放土，应该就知影要安怎死啊？呵，一，想想，一两三四五六，安尼应该是安尼。应该是三，无图啊。楼顶敢还有？有有吼，好。有一箱专门放土的，哦，全拢图好，哎对图对，土土土，诶，对啦，搁一个共款的。真正呢，咱实在是，哎哟，想的拢共款。对啊，诶慢慢先看者，诶，我理解敢有？我叫是遮拢是平呢，对无？电脑屏，三四电五脑六屏，六嘿，爱跳起应该是跳开始，是另外想一件，了毋着屏，哎呀，紧骹手足紧的，哎对，诶，则个忝嘛足紧的。会使结婚，哪会阁结婚？我个等呢，结婚啊，跟我排队哪会阁呢。结啦？五六，哇，这啊毋对，哇，哎，无，是我无介巧，无代志，应该一下应该就会使啊，哦，就应该是安尼啦。应该是，会是安尼就会使，啊，两然三四，后。诶，袂晓算小金，两三四五六，诶，安尼，啊，这是爱放水的款，若放水才嘛要乌掉，干嘛乌掉？安尼，应该是安尼啦，应该是安尼。啊，刷落来是啊，我袂记算爱放机关的长度，哦，哇！对呢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先学一个差不多的型，啊，然后再过来好，来调整着，调整一下就好。嗯吼，这是几站？一两三啊，三站，所以讲，诶、
吼。看卖伊机关是安怎的？一、两、三、四。看起伊水是为伊的迄个上尾迄排搁较悬4层枪落来。所以讲咱先暂时放遮个较悬4层安尼。对，安尼应该对。伊的地搁较悬4层，1、3、4，安尼上顶头就遮。上顶头就遮应该甲咱的2楼涂骹差不多悬。对，差不多1、2、3，对。差不多。好，真好。而且上中遮爱一缸水，个边仔是哎哟，摔一个，天，看一个遮是哎哟，这安尼，个安尼，过来是水是放一格，遮放 piston，我的 piston 咧，piston 用了，所以去用了。应该刷一个。一个就好啊，我来小做一个。好。piston， piston 是放咧边啊，把水流诶。有。好。刷来先。你控迄个控制呢？无，我先做标起安尼，先起来。那无袂记这代表讲这放遮应该就会使啊。OK。无代志。好。所以我遮嘛有。好。安尼我先放水落。OK。好。水。试者，小可试者。哦，伊是对，我看伊迄个图，伊是个有迄个，叫做啥墙。所以伊可能爱拄着迄才会分为2边去。我看者，中有放玻璃，所以讲。对。等下我搁看者，伊个这是。好。等下我搁看者，有2款，伊上尾后是嗰一个 piston 尔。对。我想讲，伊这敢有法度有爱下骹爱个小整理的，才有法度。先定起来，敢有？我扛的。
诶，那个伫哦，你讲，我是讲那个伫楼，我惊到。不，也是咱正常的时阵。我惊一条是讲那个伫楼。哦。会使。安尼是水下骹个水的头前。等下哦。水的头前就代表讲伊，嘿，对，是这样。啊个是个 piston。出来给我听，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！哎，有人下课啊！哎，我下课。哇，所以有说惊喜就是安尼啦。你真惊到呢？我一听就知有人来啊！我惊到是讲啥？听见 disco 有人来。我袂想来，这工课啊！你做工课，专工来甲吓惊就要走。应加油！哇，这款好朋友咱倒位找啊？我后礼拜就来讲出来，莫有压力。嘿。问题后礼拜。因头先是昨要上课，毋过昨课排掉。哦，今日算补课对无？哦，哦，原来。歹命。应加油！好，豆豆来。豆豆来啦，无代志。我看伊是安尼去对无？我先照伊的外形先来起一下。安尼，咱会使甲迄落开关放伫咧差不多上尾后。一位哦，有留落来，毋过敢若怪怪，留袂落来呢。对啊，是安怎？啊，敢会是？敢会是我数学无好？我看一下，敢会是两边拢爱迄落？看一下，无啊，伊是这位无问题啊。对啊。Why？ 你会甲伊的共款呢？共款啊，系啊，我照人排的啊，哪会安尼？倒手边敢有？倒手边阿袂，倒手边阿袂。有可能。哎，我开看卖，我看是倒位。也是共款，差不多位呢。而且真正即届就留7个尔呢。搁较少。中这是安怎样咧？伊中是安怎做诶？使留到上尾后。所以讲，敢会是中搁一言？无啊，看起来是无啊，这是安怎去诶？睇呢？我无，中哪会？伊水是安怎流落？我煞看无呢。我嘛看无呢，伊敢是版本有差啊？敢有可能？应该无啥可能啊。无呢，因为伊嘛是讲水流7个尔。
即马是想讲这水的问题要安怎来处理？敢有法度来互伊？毋是，这毋是，看者，也是讲是。越来越奇怪啊！敢会是安尼？爱个位下骹学一下。有安尼有流啊！哦，竟然是安尼！会你来遮看者，伊遐敢有？就是安尼，伊就流落来。了解。哎呦，总算是，哎呦，原来是干嘛呢？毋过嘛，佫停落来，哪会呢？停啊！有流啊，有啊，水啦，有啊，总算是有法度解决啦。好，你佫甲紧条看卖？紧条。哦。敢若毋对呢？你是中一条，等下。伊是中迄条出来诶。安尼我佫看一下。这边安怎是？安尼。等下对。这边安怎创咧？对。安尼。应该是。伊即马中无恶去吼。无。毋过水即马是有流落来啊，所以讲。安尼有哦。安尼有。这有空晓晓，原来有空，我想讲那啉落水啊，往呛落。安尼有啦，安尼是有，也毋过先禁掉。顶头迄沿是我看下，安尼过来学一，我下骹学一阵看卖诶。晓，水会出来。那佫共款？无中遮诶，煞袂记。无我先甲中诶水收起来好。这伤脑筋咧。好。我来佫放一解。好。喂。到下骹，也毋过感觉怪怪。看起来确实是怪。我看者，这读起来，安尼。安尼。等下哦，敢若有形哦。这奈无流，有安尼才有。那安尼我看者，这是无问题啊，一边无问题啊，看者，这安尼敢会使？敢若无啥会使。
安尼都爱加遮搭起来，安尼，这看起来是无问题啊啦，这安尼，哇，大工程呢？对啊，无想着遮困难。对啊。我想要看你讲，对手边无哦，夭寿哦。毋过遮会补充好，那会佫无留落来。对啊，顶头站那呢？毋过对手边有。毋过上边啊顶头遮嘛是欠两个。这是安怎样咧？我先撳起来看一下哦。看无呢？哎哟，我过来看一解。熊是水水伊的骹是一个，这是应该是含伊下骹放啥物款的材质敢有关系？我来试看卖。无你要换石头呢？石头也是，咱敢有玻，咱应该敢有搁剩玻璃无？玻璃应该是有。有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有济不噶？等下，这玻璃安尼，收落来，这是先开看卖者。试看卖水流落来，这落来，这嘛落来。好，来试看卖。嘛是袂到边仔去。完全袂呢。安尼？甲讲好诶无共。敢是倒有去限制着还是？安尼嘛袂当呢。哇！安尼我遮先乌诶看卖。就踮伫咧中呢，哪会呢？真是安怎样咧？敢讲是真正有改过？对啊，太安尼。安尼？我明就照伊安尼起啊，还是讲下骹嘛爱？下骹呐，因为个中是看者，
中玻璃，嘿，看无，伊是玻璃才出来啊。哇！哎呀，我拢无，因为照伊安尼去是安尼才对啊，水是放即沿，应该是即沿开始，也是下骹即个开始，应该是下骹即个，下骹即个放水哎对，啊。看，等下我先甲遮拢记起来好啊。图，若假使讲伊真正有改，我就无法度啊。哎呀，伊这水真个复杂诶。有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安尼。吼，然后是再过来去。叫伊，哎，用啥囝去甲我拍？大人咧起物件，囡仔人莫掠。囝妹，哦，讲好死。敢要放水看觅？安尼我边仔个夹起来看觅一下。对，边仔我来先，应该通先放看觅一下。放。哦，有，饮过。那有，不过一边有一边无咧，等咧。对啊，奇怪。这是安怎？一边直接饮过。哦。这是安怎？我看无。我嘛看无。这一边有，一边无。这无道理啊。对啊，完全无合理呢。我的，这是安怎？等下我先看觅是，敢是倒一边有读起来，是倒一边无读？是安怎啦？哟，差无呢？有差伫一个所在，就是你有迄个 piston 有一格啦，才有占一格，毋过倒手并无，所以若拍开，伊有加，毋过伊也无走来即个啊。对啊，奇怪呢。我看无咧，敢会是等下我甲遮个空读起来看觅者，无差。夭寿。我看一下，起厝的时阵，落装我念毋着诶，啥物？油脂大细柄，油脂大细柄，这两边无共款。看无呢，那安尼？毋过安尼拢有够啦。无，应该是无。这边欠两格，毋过是安怎会欠两格咧？对啊，是安怎啦？安怎咧？这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先禁掉。哦，两边起的拢完全相共呢。哎呀，夭寿哦。也是讲，敢一边油脂红慢走，
应该唔是。然后咧，试看卖咱，好，等下，嘛是共款，刷刷去。我想讲，敢毋是一支问题？看无呢，嘛毋是一支问题啊。啊，毋过下骹暂时拢有强着啦。哎呀，下骹站拢有啊，毋过这是安怎咧？这是发生啥物斗仗？这久无听到这。对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斗仗啊？现在拢无水流落来。而且啊，安怎？无，我伫哀尔。我想讲明明两边是相共诶，是共的啊，系啊。水桥阿班，什么是？我无呢。我是会当接受，就是上下骹站拢正常，啊第二站有诶抢袂着，应该是。哎，我是想要改就拢人家拢好，拢共款用，哎呦，当怎上？敢嘛是斗仗？应该毋是呢。当怎敢是斗仗？我毋知。等下有 creeper，哎呦，伊咧生水呢。伊咧生水生甲足欢喜诶呢。哎，伊家看呢。好倒。好。这是安怎咧？这是安怎样咧？看无，看无呢。你看无？这图是头拄才看会着无？对啊，我想讲试看卖敢有差，无差。无呢？啊，到底要安怎互伊流过来？哦，足路诶呢。系啊。哇！真正好心到咧肉顶，落死。嘿，落死。哎呀！拢是我对无啊，拢共病啊，拢共款啊，拢共款啊，无道理啊。而且无，因为你囥遐我搁禁掉，搁开一摆，嘛是共款，会着来搁试一摆。别别！哎呦！刷刷去，你看，真正呢。哦，这真正是伊伫咧奇怪呢。这是安怎？看无呢？这刚算 bug。有可能，应该有可能。对啊，这无对称。什么说水是卡数？什么意思？水是卡数。无法度拆做2分。安尼呢？我明明两边拢起共款啊。应该是 bug。凊彩袂调呢，这是，也是讲我甲piston的方向小改一下。看会安怎？那呢，我先甲水收起来。好。你去请讲，这 creeper 一定有咧对待，什么意思？知影咱咧创啊，倒来看。哦，来生一下水就互拍死，可怜啊！咱生水要收票钱呢。哦，原来是因为无付钱。票袂使来算的，啊。我捡起来，我把水捡起来。好，多谢啊，我来。哎呦，那个一只僵尸。对啊，行啦，你去别位耍啦。莫敢娇笑啦。对啊，大人无用。是啊。唔是。我是想讲，放伫咧伊的顶头，安尼。
对。哦，安尼呢？我想讲安尼敢袂使，然后啊，好，我睇者。无要紧，你再来倒一个，我来先放水。你敢放着啊？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水伫我遮。我嘛有水，我嘛有水。你嘛有水，好。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好，安尼。哦，无。啊无，伊流落。啊，毋过现在伊是流水啊。应该无啊，好无啊。后来试看卖。哦，好，赶快，奶奶，这样哪啦？之前无正常。等下，搁一个，我过来小调整一个位。我看一下。搁有啥会当调整？是啊。没。无，这嘛无。等下，调过一摆。哦，这水是调工诶。安尼啦，凡事使点3分，一边都无够安尼。对啊。为什么？这到底是安怎咧？哎哟，而且咱后壁嘛有水流出来啊，所以讲应该是等下。伊怎啊做公平啊呢？等下。哪呢？等下。啊，你先禁掉。我禁起来。那呢？我先后壁遮先拢读起来看卖。无道理啊！这是咧创啥货咧？若拢踢掉啊！我来搁开一摆哦。来。哦，棒！哦，我后壁问题。哦，水啦！后壁踢起来，哎哟！侥幸无几步。伊无讲呢。哦，别问题啦！哎哟，我久总算是。哎，实在啊。要紧。你会使来看我的开讲是咱起风拍下。伊讲了有道理，莫怪。对，有道理。毋过真卖咱后壁真正卖量较好。咱后壁嘛会使放茶头来小，互伊较水者。哦，你要改好啦。改较好看者。毋过后壁爱水是爱，等我看者。我摕插头。哇，有这有几步？这是放安尼，然后加安尼，加这边是排水，这样是唔对边。
应该有读起来吼。哎，搁一个要算水诶。你来找你啊！怎么可以收哦？我倒一摆哦，卖算哦。钱啊付较济啊！哎，哦，换一张。哦，然后是。哎呦，应该。哎呦，这看起来袂歹。应该 OK。哎，那我来个修整理理的。啊，哦，哇！安尼咱的迄箱仔甲楼仔应该会使搁更较后搁退边后好，三格换。三格好。嗯，咱边仔做壁的，敢爱换别款材料。看你要啥物哇，款？我连咪咱再来。有迄个地角少足济，毋过迄足红诶，毋知影敢好看。连咪再来看觅一个。啊，一、两、三。好，然后拢捡起来。看者，后壁三格，到遮应该拢会使。还是讲，我小看觅一个哦，差不多到遮为止，到即位，所以讲会使把楼仔放咧即个。
然后通放即个，我插过一摆。哦好。楼也会使放遮，那安尼箱仔会使个。咱即摆有两种做法，就是箱仔放下骹，又是讲箱仔放搁乌一摆。下骹若像袂歹哦。好啊，咱就放下骹。安尼就是遮嘛。嘿，对，搁下一层，搁下一层。嘿，因为楼仔是放咧火一摆。嘿。等下哦。嘿，我看觅哦，因为咱的田是，因为你怎看到的水是水沟的水，水沟的水较下，较低。哦，较低啊，我先放水看觅。哦，拢来试看觅。对。希望伊正常呢。应该是会啦，咱拢已经做甲安尼啊。无正常。啊，那个来，嘿，为什么？等下，我看者，敢毋是后壁搁留？哦，睇下呢？关呢？头拄是安怎样咧？对啊。哇！是我下骹有哪？我者，无可能啊！怎做咧？我边仔无物件，边仔拢读起来啊！哦，主创讲是斜度的问题。无够起哦。啊，我放一解，有可能哦。毋过，不过安尼是要头拄啊，后壁是拢读起来啊。对啊。哇！要是讲，应该嘛毋是材质的问题吼。应该毋是。这嘛应该甲插头无关系。伊水是一end开始咧流啊，这end开始咧流，毋过。那呢，我加上下骹即石头乌掉看无者，我试看觅哦。嘛毋对。那呢我搞遮乌掉毋就好啊？好啊。无够起，等下，我来试一摆。哦，主创讲下底平台爱较快。下底平台爱较快，较快。等下哦。下底是讲倒位？下底。敢是在边啊？水会流去上低的所在，所以袂流去边啊。我看一摆。我看一摆。我想看觅咯。因即边是有流过来，毋过，看觅一个，感觉是爱，安尼。有，等下哦。安尼就有安尼。等下哦。你是伫倒位？你是甲倒位补起来？下骹等下哦。我甲水浸掉，我玻璃边仔有放一块土。玻璃边啊，哦，有。就甲边仔就是另外一边嘛是共款的设计，毋过等下我搁试一摆，安尼敢有法度？原来佫无啦。哦，因为我放一粒迄个插头。对，或者。安尼就有啊。所以讲，迄块土是有路用的。了解。那安尼边仔搁盖一个。敢会当个放一个水？
好，我来小试者，等下。因为遮我下骹这嘛拢卡掉，所以讲我先拢卡掉看觅者。好。哦。拢卡掉，搁试一摆。好，我来啊。好，请放。咦？哇！竟然是安尼？应该是有解决啊，然后咱再来小我都到看者伊遮呢。的水安怎。到对呢，伊到遮呢。对，你看。安尼敢有够？上远就到遮尔呢。我看者，拍倒我看者。爱解者水直直流落来，啊分两边才流出来。我看者，水直直落来，先分两边，才搁流出来。哇！就是讲水下骹迄个，就是爱搁放一盐的意思，对无？即水会流去上低所在，所以袂流去边仔。好，我来调整一下。我看意思是讲，等下哦，我先用图，这意思对无？水先直直流落来，毋过遮袂流呢，等下。水先直直流落来，遮应该就是先直直流落来啊。遮若 piston 若开了后，水就会流出来，啊流出来就会分两边啊。阮是安尼做啊。我看即摆版本真好啊。这应该是差不多啊，要毋过，等下我搁试一摆。对，就是，伊那无遐远尔。中，等下看一下，中敢是爱安尼？啊有啦，中无架起来，无叫开，要毋过等下，遮抑阁是无呢，冇一烟无，来呢？一两三，哎，等下，有骨头得甲你断。要紧，互伊断。一两三四，安尼遮六个。结果你死啊？是安怎？因为我剩半条。看，一两三四五。看。伊早不算欠酸素的碱，因为酸了伤过欠酸素，就放弃啊！哇！那如果这个那个无？安尼敢有正常？淡薄怪怪。啊！闪啦！淡薄怪怪，有边仔有一个无水，安尼。哇！我有搁补迄个小等哦。我看是你补。因为头拄仔遮原底是5格，我有加搁加一格，变做6格，所以6格即块就会无水。对。对。毋过若变安尼，就袂到遐远，毋过遮就是正常诶。安尼咱敢爱搁收较底一好啊，无咱规气就收较底就好。好，那安尼我先放水，看水流到倒位。好。上经济差不多通到遮，所以讲咱甲遮有中遮读起来就会使。是讲，等下我想一下，看起来是即摆应该是无问题啊。遮是，等下我先插一下火，上远到遮应该就会使，所以讲楼啊通放一排。嘿。好。楼啊，想啊，就伫下骹安尼。对。遮过来用布搭起来安尼。
安尼先拍点安尼，啊，看下。所以讲，咱即马顶头是五格，一两三四，一两三，一两三四五，好五。对。我搁小上一下看卖，等下。好。这边敢会影响到伊老的问题。等下，我过来试一下。好。内底一堆遮空的要素，子脑对袂调，头脑对袂调，啥物意思？等下哦，我做敢对？我做敢毋对？讲哦，遮讲啊，遮水讲，等下哦。好，请放一解。好。所以无影响，我看一下，这是会使哩的。哦，这是会使哩，我着搁起倒转。好，我搁起倒转。因为我是讲边仔这石头啊，敢有影响到啥物？结果无。无吼，好。无，我就直接起倒转来。安尼，然后是这样，安尼好。好。耶。遮讲，哇！我会做石头，就是咱乌上之类的石头。咦？喂。啊。然后咱就会使甲控制物件放伫下骹遮。耶。接算了，接无好就会使呀。啊，我想老啊。老啊好，我来做一个。无你身躯顶敢无？一个呢？太安尼？遮，你先摕遮，你先摕。奇怪。等下，是我用较胖去哦。因为头拄伫甘蔗遮已经用了2个去的，我来直接先做一个。咦，我摕到的是迄个楼梯呢。因为倒一款呢？迄个楼啊，接物件的。楼啊，我想讲，楼啊，我知个，歹势。啊，忝啊吼。听了毋对面，嘿。忝吼。有
无这就无，有影忝呢。头壳摸咧烧，对，头壳都已经摸咧烧啊！而且中国水毋知安怎流诶，流甲强要流目屎啊！嘿，真正。动头脑动甲强要流鼻血。哇，遮刺激！动了伤济，伤补啊！头脑要烧起来。打老的正义，什么意思啊？那都看无咧，啊啥咧？做好食。哇！那你应该袂歹哦。我会小想者边仔是安怎起的？伤紧心判的意思啊！毋捌听过这个讲。无呢，我无听过呢。啊，食啦，食放着哎啊，说出去。上人过来啊呢？伊太过来毋是死啊？有别人即个是别人的款。竟然有即种代志。啊，还好扛着。伊是会当代替。应该是会使安尼讲。听起来做过分的。无就是伊兄弟来啊。要来找咱算啥？你也无创啊，对无？嘛对啦，咱就是甲关起来尔嘛，嘛无创啥。也无考倒伊啊，伊着向巧伊也毋是咱的问题啊。我先含伊交流一下看觅。哈？我会使换花呢，毋过换花要创啥？这红树来树啊，还有啥？敢若用袂着呢？也是讲来甲伊的，等下，我要来做歹代志啊！你要创啥？要太人放火啊！我要太人放火，甲伊留伫遮尔。安尼好。莫走！伊听走打去。哎是。安怎？有一只，留着伊一只，等下，留着伊一只宠物啦。是。再来第一只，来，敢有青啊？无呢，无青啊诶！莫走！食咱甘蔗远，莫来。有。来，过来！
万一坐迄船仔底，等下，搁一只。我想看卖哦。阮遮人讲水沟啊，即个坑爱甲补起来，无流水的时，水会流去内底。我想看卖。啊，毋过安尼。下来。哦，安尼会使。哦，拢掠起来啊，真好。耶，拢掠起来啊！无代志。佮赶来就变伊。啊，对边。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水。安尼应该会使。我小较定者，遮水应该是有流过来吼。有，到遐都有够。对不对？好，等下。哦，这可能爱请你补起来。别紧。简单啊。水啊，安尼。通好种田啊。通好种田啊。我来用者。安尼我这边啊，就我是共款补起来。迄上人巧呢？伊想个向巧去，伊是互僵尸拍死啊！啊，毋过我无听着声呢。一定有注意啦！我想讲走打去。伊是看无尔，无巧。看无尔。惊死！有还佫伫，要家留伫遮。我讲缘分若到，伊真正会消失呢。时间到，伊会消失去。好啊，时间到啊，无要紧。安尼哦，无要紧，无缘分就煞去。看者，爱甲伊变做僵尸村民无？应该是我。拍者。哎呦！啥讲我会歹话？哈？有人伫甲你想。安尼哦，安尼会使。种青啊，会使生乌肥啊，乌肥啊，迄啥？乌肥啊，肥啊。我嘛毋知乌肥啊是啥。乌肥，我看者哦。靠腰。我讲时间到，所有的味嘛拢会消失。你莫讲时间到，全人类嘛拢消失去。你靠腰，咱欢欢喜喜要伫遐国际。乌肥啊是啥物？乌肥。我毋知乌肥啊是啥。蠓啊，还是蠓啊？我是白痴。小黑蚊的款。叫做乌肥啊是。伫头壳顶放一块砖啊，僵尸甲伊拍着，变做僵尸村民留落来。乌龟仔上爱后手翘是啥？后手翘就是关节啦。有影呢。系啊。实在是，我正都互教足上诶。我讲真诶，我即几工阮厝诶蠓仔一堆。是安怎？即摆拢已经寒天，阁有遐侪蠓仔着。我毋知你爱问蠓仔，我嘛做想要知影诶。
我是无最近拢无互帮我订过。哦，你等。无，因为这伤寒无帮啊，无帮啊，所以伤寒，所以会伤寒，所以无帮啊。哦，了解。诶，我说阿慧较好食，在讲啥啦？阿慧较好食，较芳啊，芳哦，会甲肉拍空啊。有辣椒的芳味安尼。哎呦，耶！啊，好了。看来这奇怪的物件遮济。哎呀，水啦，正常咯。水啦，总算是讲到要好啊。变甲总算是出头啊。哎呀，咱嘛会使种。中涛中里，中春风。这做老诶。啊，种804个。对。无，是讲来有意一个。我想看，好，我来摕纸。好，毋是火纸的纸，是精致的正纸，产的正产的纸，嘿。你看卖就知啊。你知阿慧纸，你阿慧会。哦，袂使啦。你看卖就知啊。我无血无目屎的，透血互你啉咧。哇，这会使做迄种迄个呢，就是伫迄个早顿店的冷茶还是红茶顶面的笑亏。就问讲，歹人啥怎袂互网仔订？因为因无血无目屎。袂歹，这袂歹。会使，有够歹笑的，会使。感觉会使啦。水啦。水啦。哎呀！哎呦，下大啦对。对啊，天呢！逐摆我讲水啦，拢会想着广告，水啦。你看卖就知吼。对啊。哦，都会使接起来呢。哦。水啦。水啦。Is it good to drink？ 你看卖知啊。哎呀！上尾还佫有一句，你讲啥？哦，对。你讲啥？大家拢袂记上尾还佫有你讲啥？你讲啥？你讲啥？你讲一摆。你讲一摆，你试看卖。我有够歹呢，啥啊？好啦，等下，佫来个，我互你关起来。哦，无，我有咯。无，嘛写出去，当出去。无代志。我想讲，向要前进 play， 我无心理准备。无忘记意思。我会惊。爱先讲。所以 K 阿会字啥物件？K 我的字要创啥？哎呦，佫有一种是啥物？佫有一种是马铃薯啦，对啦。阮这马铃薯拢好诶。马铃应该是要有啊，应该是要有。无，就是另外一边佫有一颗菜。嘿，我看下。啥物啊？无。想我爱看好，等下。想我看好。这袂歹。是歌爱看好，还是规口爱关起来？
救人哦！真正有影，真正是。哎呦，小姐，走找马铃薯。马铃，哇，这拢无。嘿，拢行去啊，拢行去啊，敢若6粒，无就等伊生，无要安怎啊？咱骹手只尾拢摕行去。应该是我哦。我讲应该是我行去来哦。OK。阿辉无遐巧，看卖。落雨伤衫，系啊，落雨啊，来伤衫。咧落雨，再下雨，再下毛毛雨。毛毛雨大人您好。有够好笑，迄头一摆听着真做好笑。哦，实在。啊，靠呀！马铃薯，等下，我感觉会记倒位通摕马铃薯的款。庄仔头敢有机会？也是讲，你讲倒位啊？庄仔头，毋知。庄仔头遐敢？我来看卖者。无急啦，无赶袂要紧。哦，我是确定讲，敢阁有马铃薯。哎呦，无马铃薯种，会使种蚵仔。种蚵仔。除了就好啊。食较饱才有啊。系啊，嘛爱先食物件，才有通种蚵仔。才有 output。我先看卖一下，人庄仔头敢有马铃薯汤，汤来摕一寡。哦。有赢哦，真好真好，水。有啊，因遮拄好有马铃薯，水啦。我替因倒收一个。倒收一个。收甲你的落地仔内底安尼。对。伊看我甲马铃薯收倒转来，伊就先，下无伊先走过来甲我看一下，结果看讲你哪会好意思啊？我替你做代志呢。我替你做代志啊！我摕一个收回应该无做超过啊。对啊。应该无安怎啦。对啊，这我替恁收诶，啊那替恁食。以后种较济，我再来好好甲恁报答者。敢真爱食定真。无讲尔。讲尔。甲快袂要紧。为你嘛袂记。系啊，无咱就替因搁种一届嘛，种一届。嘛是会使啊。搁种一个会使啊。我看卖哦。哦，要水。我看一个，敢要来放一个？我遮附近我搁小调整一下，安尼物件有够济，通收的啊，款的。对啊。多珠宝，搁啥？要搁啥物咧？红椒对，红椒会当收起来。有啥线？锁啊！
玻璃、树樱、花药、白芷，那个咯，甜菜籽。啊，等下，有人来，淘汰啊！有人坐飞轮机落来咯。啊，哦，等下，稍等一下，多一位。哦，我头拄要甲你看小弟，唔知上来。哦，你阿曼欢迎大家，阿曼今日是全台语来放送，咱伫个算 Minecraft 啊，拄好咱配好一个正餐通用的物件。那老话会使老华语，啊台文嘛会使老。那看有我就无。那听有就会使和咱做开讲，那听无嘛会使拍讲有啥物物件听无，咱会使替你解说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伊利，拢伫个 YouTube 做放送啊，平常时最近是拜二甲拜五拢有放送，所以若有兴趣会使和我来看看我拍电动，啊个。好，做伙来开讲。歹势，我煞无注意到，林主播暗，我真是咧，拄好伫款箱仔底。哎呦，个道具呢？对，无看到实在真歹势。我代志要真真有法度，因为拄好伫款物件，啊头拄仔。你起甲伤脑筋，头壳摸咧烧，啊结果总算是调整好啊，够忝诶。表演一届也来看。你毋是拄正尔？拄正还袂当收诶。无我想讲，我要来放物件，搁顺续摕迄个啥？用地毯，我来。好者就使行入去，啊，尾两就伫我身躯顶。哦，伫你身躯顶。等下，伫我遮。好，耶，进落。水正马铃薯，袂使，毋是正蚵仔。买个正蚵啊！有啊，安尼，过来者，哦，有，安尼好，真好。哦，伊这起规半波啊，结果总算是调整好啊。我看者，我今仔日甲腰子水都治好啊。哦，对，半个腰子毋知走去倒位。半腰子，嘿啊，头拄仔是一边有啊，一边无，结果即代嘛有蚵啊，无我介意食蚵啊。哦，我今日中昼食火锅，啊，内底有一个迄个贡丸，伊是迄个。哦，蚵仔贡丸诶，对，无讲不对个贡丸，不讲有的啊。我无爱食，迄实在我会吐出来。你看袂出来，伊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常的贡丸，啊，食落都，伊拢相共啊。对啊。啊，加落结果那会糊，那会有蚵仔味。爱先讲呢。我之前。阮厝嘛是有买，因为阮兜除了我以外，大家拢会食蚵啊。结果厝里有买因为阮爸爸买迄种是伫咧市场底，人敢若包会使家己割诶，就是放咧冰橱底，啊，家己食偌济割偌济，啊，结果内底有限毋是限制，有蚵仔贡丸。哎哟，我想讲，伊可以冷冻，我想讲。敢若是要煮面，还是就找配料？啊，结果见到一粒贡丸，我是讲，真个就拢贡丸啊吼，就是色水拢肤色，拢共款咸。结果煮落，感觉哪有一丸，顶头敢若有别款的共的款，色水有淡薄仔无共啊。我想讲无想遐济。已经袂好，结果我食落，侥幸讲完内底那会包蚵啊，但是才会哭出来，实在。
客头讲甜的蚵仔料理做爱，甜的我是会使，甜的我嘛会使，毋过无遐定食伫咧食迄种蚵仔甜的料理。对。哦，毋过有一真种正是鸡卵糕，嘿，鸡卵糕内底中层放迄落蚵仔诶，迄种诶我感觉袂歹。迄我无啥伫咧食。那假使讲因拢绵绵诶，无迄落纤维伫咧内底，我是会食啦，应该是会食。因为有别款是蚵仔，毋是蚵仔，顶多是迄种番薯。番薯迄种我顶多会当接受，顶多会当接受。嘿，蚵仔豆花，蚵仔豆花，蚵仔豆花，芋圆我会使，蚵仔豆花，蚵仔豆花，蚵仔豆花，我听过有蚵仔豆花呢。芋圆我会使食，芋圆我还个会堪哩。嘿，蚵仔豆花，我无看过呢。我无。还有淡薄想刺激啊！这我应该无多。对，阮遮观众嘛无听过。蚵仔豆花头一摆听呢。对啊。我是会惊啦，惊蚵仔味。这边怎起遮丢咧？佮拄着啥问题啊？无，因为你下骹这个门会开着，你看，阿辉你来者，就是，米寿汤掺蚵仔，就是遮，遮会开着。遮我就袂处理。我想讲，这应该是会使，毋过爱，敢若爱个加一个迄落，加一个。我想一下，应该个较加一寡，毋过想无讲要安怎是较好。安尼应该会使啊。我看者，有，安尼有，好，水，赞。阿春撩大腿。我顶回听到这，在听趣味我就学起来。有影，这真是你想听着时阵就紧甲起落起来。这是好啊袂？哇，总是要试来收一摆看卖，毋过也袂好。应该是会使啦，毋过就是你爱重新种一摆尔。伊敢袂留伫？不要紧，会留去想底啊。咱今日就表演一届，咱今日就算嘛时间可能嘛差不多。算功德圆满。对，功德圆满。功德圆满，叫起来食，等下上尾来放这水。我来试看觅。来，互你来。水来咯！水来啊！紧走。水啦！等下，有一个字有喷出来，枪喷出来，可能爱搁关一个就好。对。另外一边我看者，等下，遮有一个无水，有一个无啊好。上边角两角无水，那呢？咱头拄毋是有算过，那？毋过应该嘛是流去你迄个内底啦。土的部分拢有流落来，所以应该是无问题。安尼我过来加一个。毋过咱连面啊嘛是爱甲头拄的物件拢种倒对。遐无水无要紧。阮遮有补充。遐无水无要紧啊，无要紧。好，安尼会使。水啦！功德圆满哦！总算是成功啊啦！哎呦，水公何事先来去困好暗。等下应该，就会使啦。会使安尼看想要种啥？好啊！
但我甲遮红椒拢小拆拆的哦。呵，等下头前敢若伫战斗呢？啊，他有剑刀。伫小拍，有僵尸甲哦。僵尸甲迄落商人共一阵，伊的枪物伫咧家配嘴啊，我配着，你有配着？我配嘴哪配着？惨。多谢好事，暗暗紧休困。成功啊，做阿公啊，嘿啊，咱有影。真正做工啊！然后就是来看箱底物件无？哎呦，物件你拢摕起来吼。对。好，安尼，哎呦，有楼梯呢。有楼梯？哦，我有楼梯抢落来。哦，你扛的，我是讲抢落来。因为我身躯顶无位，我无得摕迄个食食，我得摕菜。安尼我，无我遮无捌零钱，我想讲倒酒。你遐是种甜菜、红菜头，安尼，无分哦。我是想讲，我得后壁种。哦，安尼顶头给我种麦啊。好，看你想要食啥，你就知啥。哦。小静静的，下骹加着马铃薯着无？无，我怎马铃薯无啊？马铃薯无啊？对，因为咱早晚啊，咱上早咧晚啊，伊无都规粒起来哟。要紧，我遮有猪头。我冇，伊是无代志。我头拄仔佫学好啊。若无马铃薯，我就来甲庄仔头招一个，过来招一个。无爱行诶。无要行诶招。阮兜诶猫仔拢淹掉，无成功诶机会。我都做阿公啊。好，无问题。也会使做迄个客阿公啊。嘿啊，嘛会使认客孙。毋对。耶，功德圆满。对啦，我来先借一个马铃薯，应该就通来倒转来。水。因诶田伫咧倒咧，我面度看呀。啊，水有哦，规田诶，水啦，马铃薯赞。好，我阁摕着因57粒马铃薯，好，真好。哇，有够济！表达我诶意思，我替因斗争倒退。安尼袂歹，安尼袂歹。莫讲咱共欺负，咱欺负一半尔。一半尔，一半尔。迄阿公敢是阿公较子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？迄阿公。阿公较子是这边的较子是，多一个较子。你讲香港家己袂晓日本话啊？我连台语拢袂晓。啊，拍拍较子啊，迄落啦，毋是迄啦。莫伫遐，真正要教歹囡仔大细啊！即摆毋是咱的，有家长即摆毋是咱的，嘿。毋是有家长伫咧影片下骹头诶，讲要带囝仔人来看这学台语。啊，甲大家分享一下，顶礼拜咱老人会有迄落有家长来我影片下骹留话讲想要听阮的放送，来互囡仔听讲做伙讲台语。
结果是马煞变做来教歹囡仔大细，实在真歹势。是啊，囡仔人的教育袂当等，你嘛伤紧啦，伤紧啊！无哇啦，迄较只是心理的意思。即摆改还佫会付，哇，阿公即摆改兄还佫会付。欺负人，好，那呢，我甲车马铃子先我放甲伫咧好，不来啥边啊边啊啥？有听过，有听过。我会晓，我会晓。迄上前转来啊！哎呦，你好，你安尼好。我先甲青马铃薯放伫咧箱底，要整偌济，才过来下偌济安尼。好，好，放咧箱底啊。好，耶，咱真正功德圆满，有影圆满，该做两件机器。对，而且拢哦，足好用诶。我头头有去看，迄甘蔗已经有55支啊，遐济着，嘿，方便诶，咱着囥伊伫遐，伊就家己做工课啊，赞啦，水啦，水啦，这就是咱要爱效果。无毋对，爽，水，来小看者。再来看者，哎，袂歹吼，好，水，安尼有。水，煞就是想讲，咱若是要入去内底种物件，咱是要安怎试较好？因为若跳落去，就是爱中学一摆。对，我头拄仔会发现是，就是你有空者，会使为遮来。毋过顶头，咱就直接为遮行。因为安尼就好啊。你看，敢是我打着？迄个应该是你打着的。哦，所以要转来的时阵，伊就是会打着呢。对，我想一下。这敢有解法？毋过安尼就无代志呢。爱用行的，袂使用走诶。安尼，安尼就会使。我是惊，我跳伤大力。对，咱就是爱。这出代志啊！负责种诶人就是爱较优秀诶。无就是遮囥楼梯啊，无遮囥楼梯好啊。毋过迄水敢会互楼梯影响呢？啊，应该是会呢。我看者，咱个试看觅。无代志。我想着，你看，咱若为遮行过来，手无够长哦。遐嘛袂使，无度。会使啊？会使。你看，我甲这拍掉，我甲这像那个无法度，歹势。安尼咱就是爱较高工行到遮来。我这个会使，安尼。我即摆开遐。迄个会使。这个会使。安尼这够麻烦的。负责种的人爱较麻烦。毋过顶头嘛爱小看者，因为顶头的边啊，敢有法？有会使，好。安尼好。有做好收，种爱细字的安尼就好啊。对，有啊，会使啦，水，好啊。啊。耶！哎呀，总算是差不多调整好啊。看者若是位中敢有法度，嘛会使种去边啊。所以讲，若要种田，会使行中一条来。都两边拢顾好势。滑落来。无代志。咱现在甜菜，互咱大家几礼拜。紧啦，就是猪咧食，毋是我食诶。
哇，迄甜菜甲甜菜无共。啊，毋过这个内底甜菜人也无得食，伊确实是甜菜。应该毋使，我会记你会使做料理啊。物件？哦，对，会使煮汤。甜菜，嘿，对，会使煮汤。哦，对呢。后摆来煮。好啊，后摆就应该通来小加创一寡物件啊。耶！土地当时要来卖，出偌济啊？无要卖，咱即马当咧用。对，看你出偌济啦，200万嘛，毋是袂当考虑啦。一人200万。对，一人200万，咱即马算4个人安尼，会使去传钱啊。你有一礼拜时间。200万，毋过即马200万连一间厝拢买袂起呢。对啊，毋过咱这虚拟的土地，因为真正要800万，咱得